那么狗手煎米粉袋子，哎呦，那还不如拖个价。毛巾第3大来。这里什么面最便宜啊？白汤面8元，也就是阳春面是吧？对，甚至上一吃阳春面是不来塞的。我来一碗焖肉面。大概28，面的话是10块，是38。哎呦，那一张嘛，只有还不够啊！阿爸，那个儿子说呀了对，算出来，我个儿子么是那个啥人家？问得出的，哪两个男人哇106块，臭他，真个臭他这样。还到底是人均的100左右，你现在是蛮省了。吃饱咱们往死里点，今咱们自家互动。儿子身上的肉，但是还不舍得哦。那是我孙子。孙子话不动，但是把袜子才脱脱。哎，一到上面哪能卖的啦？我懂不懂我在？一到来呢，隔壁是一吃还有。那叫你上刘总啊？你不能叫我，我小。我们在那去到广州来，别个讲我哪不晓得讲，是不是吃碗焖肉面啊？别个面不舍得吃，吃子走起一吃，半个里4包风的，哪来噻？你早上吃的不错，今朝一个像你吃到再30碗。哎呦，这个猪骨红的有个才是凶碗，不是那个嫩碗。我来看焖肉，哎呦，正宗的皮开肉来，谁是张肉山上的？哎呦，为啥再有一盆菜？不够再点。别写高的辣花花拿酥。阿爸，飞碟子，天地投地，风雨之来，伴娘等待去期待革命工作，既是关于空降。